生的心病是讲对佛道这种佛道的法药，目的也是要众生的心病透过法药当中来医好。咱身体来健康无病，咱自然咱的身体就自在，对不对？咱若咱的身体若有微量的时阵，譬如讲感冒，还是有另外一种这个外来因素，咱有微量就自在。所以佛讲众生的心病来咱去除，心病若无自性去除，咱的本来的自性体，咱就真正自由自在。所以就做上来讲，法无四性，人心是要警察。这个法无四性就是讲法无分下，这个法本来就无分讲，什么叫做第一性、第二性、第三性、第四性，无安尼，是咱因为人心的这个需求不同，警察。就是讲，咱各位咱进道中穿的这个制服，不一定大家都穿同款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安尼？因为个人的需求不同，但是虽然需求不同，咱无离为啥？迄个体质，所以因为不同选这个法门，伊也无离为着伊的这个法界本体定义，所以就做来讲，法无四性，是因为咱人心自由警察。如何警察呢？比如来讲，见闻转述叫做修行，无法解义叫做重性，依法修行是修炼，是大乘。万法尽空，万法自悲，一切无量，离诸法性，名最上性。在这个当中有四性，但是伊的浓缩甲伊的本意是无四性之分。是安尼。但是这种意见呢，必须要由咱个人去体证。所以一般见闻转述，咱是有办法打错量，打破量。譬如讲，咱做些即马，有诶想讲，有时内底，伫庆典诶时阵，甚至包括讲进足侪人来开课时阵，拢会请导师请师傅来念经，那么念经了后，你甲问经，不一定听得知。就是讲导师我咧教课诶时候咧念，就这咧是修。那么这叫做一种见闻转述。那么这个修行人的见闻转述，是自己看到经义，听到这个经义，了后呢，伊会当开始开始自己在自性中开始自转。修行叫做自度自转，所以自度自转的人称叫做修行。五法解义呢是中性。中心就是听到经义了后呢，咱本身会产生一种气质。咱本身的一种体悟，亲像对一个人，咱看到这个经义当中，在咱的自性、自心内底，咱会去感受佛的大义，就是咧讲什么。所以五条就是开悟，所以五条是佛，第一条是众生，所以五法解义呢，这称叫做众生。那么会当以实法来做咱修持，这就真实的讲法。大乘法门除了你会当五法解义了，你阁会当来修持。就亲像讲持经当中护持经法，阁会当来为人解释，这叫做大乘之法门。那么大乘法门在经义当中，咱是思维内底，甲咱理解了解。其实不敢讲，都不理性不离体，咱只要遵循着佛所讲的，才会经做咱的修行的指标，照安尼如是做，如是修，如是行。咱必然会当甲佛理慢慢接近，因为佛将来是不打无异，在经国经内底，佛甲咱表示讲，不是真理者，是理者，如理者，不异理者，不空理者。但是一真者一切真咱的心若真，心中就分；心若假，心中就分。所以咱若会当依法来实修，这就是真实的大乘法门。那么依法实修，免就有起来见证，亲像咱即阵足侪清高以上这个内底，在平常时阵，
时常对自己自身的要求，对经济的承认。不但如此呢，咱阁会当依照严老师的交代，会当来推动，来甲足侪人机会来建。尤其咱即阵的疫情，本来为台湾做基础，即阵国外呢，使讲严老师呢，当地到处去台湾。那么这就是过去来讲，这就是一个大情况的情形。如果咱今日无了解实际，咱无了解受到的意义者，叫你去做这件事，可能有所困难。所以咱今日了解实际了后，咱知影讲这条路是咱人生最后究竟必定爱行，所以咱一定咱会当秉烛资源。秉烛资源就是从你过去的业绩当中，透过修行找到答案吼，这条路就是形成了空中的。所以一旦依法实修的人，这就是合理。不敢讲大乘之法。咁后边讲万法尽空，万法无边，一切不了，理诸法性，名最上性。所以咱过去人讲过一句话讲：师傅已进来，修行在个人，对不对？啊，咱修的当中虽然有经的这个资料，有经典啊，这个教育。但是呢，甲实体来讲呢，咱喺大家呢合作来讲，爱一切不了。心一旦离想，离一切想不敢讲，即便自分。心若不离想，咱必定离想所办。咱的心在迄个当下，咱就无法度自由自在。所以办法尽通，会当对一切因缘、因起因灭、因果种种的事理呢，咱会当来处理。咱去甲了解，如同大篇来讲，一旦忽然贯通因，即将运表里清楚无不道，即我心全体之大用无不明，此为不见，此为理之必然。一个修行人来讲，他这种的境界，伊甲佛的这个本意是本无差别。一旦咱会当将这个事理、有理、性理甲贯通。即政府的表里清楚无不错，内外分明，内外分明。咱所看当中一切因缘了如啥？如定。咱对过去甚至现在到未来，要安怎去做，要安怎行事，咱家己清清楚楚。所以咱会当达到这种的心境的流动，咱就所讲是万法尽通，万法无边。但是爱一切不了，理诸法性，不敢讲这叫做名最上性。但是行是先依啊，真正这个行最上性的定义就是爱一切。今仔日咱要启动这重要的这个性质，开始是结束的时候，都会较足理想，会较足正义的，各方面结果啥物拢做正，但是咱若有要开工，这件性就能起。起袂起来咧，尤其咱像咧做电脑，咱买这个电开始规划时阵，规划就较肯定啊3档5档，伊袂讲伊规划好厝家己洗出来。迄个图画好，咱就爱开始啦，先做一条一规基础，然后开始为上基础做。甲咱想的共款，咱得到道了，上天已经定志就有咱，名师嘛时常甲咱讲出了一个足好的这个环境啊。但是唯一所欠缺的啥？咱爱去经营，爱去做。所以真正的大乘天理是爱做，爱去甲做出来。不是空谈。所以就做咱强调就是讲由于每日空心自责，第五说书主谦为大，出于毁誉不可比拟，为瞎。为修嘛是修了真好啊，每一天就是关关自照，空心自责。叫为所书，啥物拢讲输掉。但是呢，这种的修持，若无配合着天持功夫，真容易成了自己的这个自见。自见就自爆。所以讲如果伊会自称为该，所以就做人讲，出一辈人不可比拟。你该讲比拟，因为已经从迄个门墙做到有够高，所以你去讲讲伊啦。
那么就做讲这为社会，既然是社会的意见嘛，所以真实的生意，最上乘的生意就是爱情，爱情。咱无法要去到倒位啊，好远的路，就爱第一步还是行去。咱无法要去爬到偌悬的山，咱就爱对山海第一步爬去，对不对？咱今日人安尼去做，咱只是在经典上面算，在口头上去做，对咱的做事无帮助，无帮助。所以咱跟老师做注意，人才成熟了后，拢会鼓励做啥？多人，对不对？学三宝，对不对？学讲师，然后呢，爱来做点服务，然后爱去成就兄弟姊妹，爱去扶持。这就是咱在要经营一间性能完成的条啊、软汤、水泥、沙石、玻璃、油漆，足侪原料。这原料咱若无去收集倒转来，你有钱拿到，你无料袂去钱，你总的不死，也去袂好死。所以这是一个成道的一个资源。所以菩萨就是了解这个，所以会当布施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成定。但是最后以地为观察，所以真正的大乘法义呢，是因为爱由咱本身真实的落实这个事情，所以成是天意，不在靠经。所以咱来当来实践说，为人解说，会当来实践说为人解说，就是令诚信受持处罚。并讲为人参选发之妙旨的时阵，咱会当安尼做的时阵呢，如来设理是设计是如来甲讲，如来设理是设计是这种的人会当安尼做，该去承受无量的正定正觉。这种的人呢，会当来为人解说，方式经法。那么如来设理是设计是。也就是讲，会当生理生理的人，伊供养结缘，伊会当甲本理相配合，会当应体应体合一。所以这种的功德叫做不可量、不可称、无有边、不可思议的功德。所以在修道的真实法门上呢，事实一个大乘人修持，伊并无这条条这个功德，但是为着要甲这个环境，亲像讲，像我袂记得我这个拿路你看，就是安尼。物件还未做好，但是我一个三不路你看，就是安尼。不甲咱讲，咱会当如此而做，如来设计是设计是，该你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称、无有边、不可思议功德。那么这个不可思议功德、不可量、不可称，在咱世界上。对着本，对着牛，拢有一个度、量、衡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可量的就是量，不可称的就是形，无有边就是度。也就是讲，一个真实的修行人，伊会来当奉持经法，广为人说。如来讲，这种的人会当真正做到安尼人，伊是不可称、不可量，伊的功德是。不可思议，这是对着修行大乘法门的人，你来对咱这种的这个赞叹的这个本意。所以呢，世界上虽然有这个道甲量甲行，但是真正修持大乘法门的功德是无法度用这样的来形容。所以世尊在经里来讲，乃至圣顺，不可思议，因为因用主动行为三十太多。但是，该当说伊总还叫功德，所以功德在发生中，功德是在咱为人说法，功德在为人服务，功德在为一切兄弟姊妹，来开示悟入。在这个当中呢，伊显示了功德的殊胜。所以这个功德呢，不是真困难的，只要你有心去做，这个会做。所以不讲。不可能，不可称，无有边，不可思议功德时阵，到了这个意境当中，这种人不敢讲，这种人一定何当如来何了何
三秒3秒。负担好啊，就是歹的，担就是严格，就是担。咱今日生学课就是爱负担。咱建老师交代落来的即个道路的职责，做人才就是爱去甲承担，爱去甲负担。一个人有负担、有承担，代表伊有度量、有勇气、有智慧。咱若无经过负担，无经过承担，咱的心智受限。所以你啊看，我有春夏秋冬，所有的物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。若无经过这个大环境的历练，这个水果、这个树木伊就受限。一个人才修学到了后，成考了后，若无真正在道中落实去修炼，伊的心智也是感觉被受限。所以甲大上人赞叹讲，这个人会当为人说法，那么伊即种的付出的意见、义务的感受来讲，伊即个负担如来的家业。如来家业是啥物？如来家业就是要来度众，使一切众生会当开心入入，使人人会当来得到真实解脱法门。所以经当中第二分，先生讲，先生讲伊要从救界一切众生来度尽。有观心，有开心，有实心，有化心，有有性，有无性，有有相，有无相，有非有相，有无相。不讲破解定义为了。佛的发心讲，要将一切救界众生，要互所有的人子在文化当中会当开始悟入，体会了这个自然本体，会当入了无义了无境界。但是伊不敢讲啊，至于到真实的无义了无境界，如是灭度，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是无众生一定无常。所以经过经义的定义就伫这个所在。咱为了要推动道路，咱用尽咱的实力，开足侪财源，用足侪时间，咱都希望将这个道路办好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道路办到一个阶段了后，咱的心还是在问题。分别道尽了，有来众生，开了说法，有相无相，有相无相，就非相非无相，这众生的道尽。即日到为了时阵，不敢讲啊，是无众生苦。所以后壁伊补一句足重要一句经，伊讲诸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所以咱在修持大乘法门，咱一定要了解这点的目标。咱无管今仔日大人偌济，生活是讲了解到最后要归零，到最后要归零。每时来规定，咱千万毋通甲咱所做的这个量一直来规定，安尼咱的心袂空，咱的心袂空咱就无法度搁继续用用。亲像拄则所讲的，迷人，空心静坐，别无所思，自称如来，到落尾会产生即种这个事情。这是咱生活当中足大的一种障碍，咱这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。所以负担如来无量德3藐3无为，凡是大有成就，就当负担如来人，是由精进生意进修而来。凡是会当负担如来无量德3藐3无为人，伊就是由精进由伊的生意精进所修来。所以咱真侪经验内底。就下来对因拢足有影敬畏，无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，只要是道中的事，伊真正是无怨无悔，牺牲奉献。尤其咱或是较接近是咱花莲是迄个老菩萨，咱过真是出一人捌伊，无老先生。伊的精神，修道精神，虽然讲伊捌伊无济。但是伊迄个精神，伊咱保持来修。咱自圣人成立以后，一路行过来，伊人才咱一礼拜一班，一届，就是每一个人才一个带一礼拜，然后呢爱遵守着，当时去报道，但是报道爱献早物。但
但是咱这个老菩萨吼，自佛堂开道到即阵，逐工拢伫遐修。这是伊修道的一个精神，伊对道真正清明。但是佫有一点值得咱学习，尤其咱是青口人才，咱拢捌字学字文。伊毋捌字吼，伊为着要背着做的迄个一首的迄个结语吼，伊背偌久咧？已经背几十日啦，啊，佫背较无熟。但是伊愈背愈用心。诸佛妙理，开观文字。伊咧背这8字吼，已经背几十日啦，啊背袂起来。但是听讲即马已经慢慢已经要成熟啦。但是咱今日看讲，即个老菩萨伊咧背经背了好到半时，伊的精神，伊看出着伊的精神，伊对修道迄种的坚持。所以这个经验在咱道中呢比比皆是。所以咱今日修行看到真正即个法之道啊，其实就是为即个当中咱去反省自己，为虾米我做唔到？那么咱依手之路，咱做唔到。诸佛名理非观文字，真容易背啊，真容易写啊，甚至嘛真容易解说啊。但是对着一个毋捌字的老菩萨来讲，即个诸佛名理非观文字，若要背是偌痛苦，你敢知？但是伊的坚持，咱去看伊迄个付出这种坚持，所以咱对伊产生足大的敬意。所以因此呢，要成功。如来学了3秒3字，就是由精进甲成修而来。所以这就是人讲可以用后消化者，用我给理解众生的实相。这个出现不灵是所语言解说。那么消化，何为消化？上面的情形。这个消化呢，就是修成法之理，修成法之理，贪妄执着，容易变成狭隘，不能发大意者，这就是消化。那么消化呢，叫做修成法，修成法称叫做无了义、不了义法。这个不了义法呢，就是伊在用五戒，这个五戒，这个戒。法则，伊看到当中，伊本身我就甲消化变成物质，像迄个水放入去冰河内底，变啥？水就变啥？变冰啊甲，冰壳壳，你冷落愈加爱愈冰，消化之理就是安尼。所以伊用五戒，这个戒呢就是叫做法则。那么小乘人呢，伊所执着的戒就是执着啥？五蕴加合之色心。为真，咱讲的五蕴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伊讲一定爱修伊修行当中一定爱为这个五蕴当中呢，去去研究，去感受，去体会。伊将着这个五蕴加合之色心呢，为我理念甲精进。学道就是要自我去净化咱的心灵。但是咱学到的话，愈济无用地反观的，咱真容易受法所绑。所以修成法之人呢，伊来讲，过去的佛，当时你感觉法经的时阵，感觉法经是无时说法时阵，也真紧的，佛伫感觉法时阵，有5000个地出走呢，听无啦，坐袂牢，听着落。所以佛伫感觉法呢，有5000地出。真紧听佛咧说，好法经是离性离开去，所以真实要体会了，发这真实的法门，若无真正用真实的心，真正是难得。所以咱今日听经有咱好是发觉讲，咱所有台湾的汉字。